讲到这检调当咧侦办这基隆市民进党议员张志豪、郑文婷的罢免连续造假案件，昨日有去敲这国民党基隆市党部，也有罢免领衔人的徛家等所在。在今仔日呢，是城亚基隆市民政处长韩进爱区党部主任，也有这罢免领衔人。基隆地方法院在暗头的时阵开记者庭，议员郑文婷伊就质疑讲，无排除也有其他的高层伫咧介入这件代志。 国民党无实在连续风波查到基隆，检调针对基隆市民进党议员张志豪、郑文婷的罢免案，2分坐路搜查国民党基隆市党部罢免领衔人主体等，29向法院声押基隆市民政处长张延祥、国民党仁爱区党部主任张金发加罢免案领衔人纪文全。伪造文书罪一般来说是5年以下在刑法理论上不能算是重罪。 所以我希望被侦查对象最好都能够把事情来讲清楚。那这些名单难道是民政处提供的呢，还是市政府其他的人提供？这个部分都应该要厘清，而不是任由这件事情好像跟基隆市长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针对张元祥涉嫌用户政系统查雇主协助罢免，郑文婷质疑市政府党政无分，创下转台头一例，可能有更较高层涉案。谢国良表示会看裁定，可能是不是调动张元祥的职务。 另外，国民党新北市党部嘛，更是无实在连署。书记长陈建荣29号法院裁定羁押禁见。国民党新北市议会党团指控民进党用司法打压对方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话讲，全国启动罢免赖清德行动，民进党嘛强势回应。我们看到国民党不思问题的一个本源，却推动并且找了一堆公民，还有真党工来使出假联署、真抄名册的奥包。 如果孙中山还在世，相信可能会气到连话都说不出来。民进党呢，却只准罢蓝，不准罢绿，用这种司法的迫害、绿色的恐怖谣来没收罢绿的罢免权。而现在呢，还想要拿国父来当垫背，国父第一个就推翻你们这样子独裁的政权。朱立伦下令党籍民代投入协助罢免立委，并列入考核。内委吴金婷表示，顶会协助修联署书，若是传出赖总统要求35个罢拿立委，2阶段联署拢会通过。林佑昌背回讲，民进党跟他协助，唔捌主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